105年，追贤父，兵汉治国，骗战中原，定败好国公。以后中原好国公，心情平，上香礼，上香拜，拜上香拜，三上香拜。以中华民国105年，天运岁次更新，农历7月24日，天皇庆赞中原，节日良时，台南市满道区满口里32号水贤府，水委员兵汉治国总裁李和顺率总裁夫人李正撇仪，汉新先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武良，兵汉制药厂董事长李炳汉，经理黄景旭，厂长华正义，兵汉治国总经理陈立如，以全体干部、分校经理、全体员工创业伙伴，将善心大德点，一片天成，一日香花素果，金碧酒礼，诸神之仪，敬献赴中原好国公，以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运昌隆，毕业欢迎。中皇庆赞中原，普渡地福，千祥福金，随其天来，天清气爽，万民欢平。温德武，十方世界尽归依，有言无言皆得报，功大灵感，侨民吉祥，境内安宁，吉祥如意。有鸟兵汉治国，英运提点，事业提升，顺畅独顺。衣节如现，节后超越会员，欣欣向荣用心，业绩蒸蒸日上，顺利广拓进展，财源国起弥长，财福健康，经济富足，以求全体职员工创业伙伴。身体康泰，完成共产，运作幸福，南京必福，努力千祥，老幼同龄，福寿利坚，阖家平安，事事无灾安泰，人皆寿康，百节久平随和，财帛应销。我福临门，万事皆结，日日平安，月月光彩，年年旺运，利兴平常，含恩必福，良结事平，诸事顺遂，天行定必，福仪现放，再言上之内。上香拜，拜上香拜，三上香拜，上香用香要看正面方面。全体人员相秀心，两三见面，见面拜。拜见面拜，三见面拜，谢谢。